众朋友到早，欢迎收看正月初四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楚欣。乌英直升机失事，致死8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陈建仁早暗出席台北宾馆的追忆活动。蔡英文感谢为国牺牲的将士因的付出甲贡献。并指挥甲垃圾台，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陈建仁3号暗做阵参加台北宾馆的追思活动。总统还将近半点钟，详细听乌英直升机8位殉职将士的介绍。我们对于这一次不幸殉职的8位我们的将士呢，除了不舍之外，还充满了对他们的谢意与敬意。那我也要代表国家跟他们说一声谢谢，感谢他们对国家的付出跟贡献。总统讲，沈启明总统的牺牲甲殉职，互大家真唔甘。沈启明的夫人是靠家拢无法度讲话，总统是甲伊轻轻啊揽掉的，当伊脚只边来安慰。这场殉职将士追思活动差不多有400名空军司令部的官兵到场，并且伫追思礼台献白人节致意。希望我们很多的民众想来对他们表达他们由衷的感谢啊，有一个地方可以来献花，可以来致敬。3号暗会场布置好势了，随时最高2天，早起9点到暗时9点，开放予民众前往致意。记者综合报道。国公军机发生重大的飞行安全事故，到底是环境因素、人为过失，也是机械有故障来锁定？军方入去山区找找飞行记录器，也就是人讲的乌鸭仔，顺利甲乌鸭仔送去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上紧今仔日就通知影结果。将失事乌鹰直升机的感式长型失事前船飞行资料记录器 FDR， 也就是俗称的乌鸭仔，准备运落山。军方人员车3早起6点外到进入山区，伫10点40分找到关键的乌鸭仔，要赶紧送到运安会调查乌鹰失事的原因。我们在10点40分，我们就找到了那个飞行的记录器啊，已经顺利带下山啊，所有卡片还有那个记录器都找到了。杨国明表示，直升机的机体严格来讲，毋是真完整。乌鸭仔是伫主要机体内底找到的，外形完整。协助乌鸭仔资料判读的运安会表示，上紧测试拜6就完成。假如它有泡水的话，我们还要风干24小时，应该没有在水里面浸泡的问题。快则明天大概就完成了，慢的话到礼拜天。现场站还阁发现3式公事包，其中一个顶悬有3粒青甲国花。军方讲确定是工作人员的，啊，毋过属于个人物件，无方便拆开看。下官方不当送到空军司令部。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甲刑事局监察人员一早也进入山区搜证。我们今天主要的追查重点是哪边？我们是来看一下现场。检察官无完记讲，真紧行入山区。下晡相关人员离开时阵，挂感觉式的帆布袋啊、甲纸箱啊物件出来，以军用巴士载走。军方表示，内底是协助调查的重要基件。一些重要的基件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飞机失事调查鉴识用的基件，我们都已经先取下来了，包含这个人员的物品，还有飞机的残骸啊，只要有这个飞机失事调查需要的。我们今天大概都完成初步的采证，残骸部分现在还这个做完基本的这个安全处理之后，今天的工作大告一段落了。杨志伟讲，入山调查收证的零件都真好，有时阵有云甲大幕布已经尽力将爱收证的重要基件拢查落来，会送去相关单位判读，后续会搁看需求，评估是毋是需要搁入山采证。记者综合报道。乌鹰直升机失事，升等国军的载人，总统蔡英文召开各方军事会谈，对方为国牺牲的参谋总长沈一鸣做一级上将，嘛交代国军3项任务：稳定军心、安定民心，确保台湾海峡的安全。
整体的士气，我想我们跟部长都有持续的在关注。面对媒体关心讲参谋总长新一名殉职，感谢护军方的士气降低。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强调讲，伊甲国防部长颜德发拢有继续伫关心。国军整体状况是真稳定。国军初二发生乌鹰直升机失事，造成新一名顶顶被军事官死亡。国防部伫咧三总设简单的灵堂，蔡总统嘛伫咧初三早起就去灵堂来念香。希望就是说，在这样的变故的情况下啊，我们整体的军事人员啊都能够恪守岗位啊。蔡总统了后，登去总统府召开国防军事会议。会议进程伫伊的带领之下，参加的人是徛起来默哀1分钟。会议当中，蔡总统指示，这届意外是国家的重大损失，了后的护士甲医疗拢必须爱总优总款。嘛，蔡司就进行一名做1级上将，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嘛，交代军方一定要确保军心民心稳定，确保台海4口位的安全，确保装备检检完善的3个确保任务。他在世的时候治军是非常的严明。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坚守岗位，共同守护国家安全。蔡总统嘛伫咧军事会谈了后，前往国防部甲行山指挥所视察，关心中国的军事动态，而且发表言论要来稳定军心。国防事务如常运行，让国人安心，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要请各位务必全力以赴。另外，伫任内捌任命新一名做空军司令的前总统马英九嘛来领导致意，呼吁军方要检讨飞行机的安全，唔通佮发生同款的代志。检讨相关飞机的性能安全，不要让在类似事件再发生。因为各界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拢真关心，蔡总统特别呼吁外界唔通乌白药，嘛唔通乌白发布无经过确认的不实消息，嘛要求相关单位一定要彻底调查，甲真相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来看联合报代表人民民主党拼台北市第1选区的立委候选人罗宗玉，是重度的脑性障碍者，伫表达这方面有较困难。伫咧顶礼拜6的政见发表会，罗宗玉要求口译的人员入场，延长发表的时间。不过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敢若同意延长5分钟。罗宗玉认为安尼是违反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精神。刷落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保护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防放火攻击，美军伫巴格达操作无人机空袭离开巴格达机场的伊朗圣城军的头人苏莱曼尼，甲什叶派的武装团体人民动员委员会的领袖穆罕迪斯。上尾的是《自由时报》，交通部铁道局甲林佳龙报告，2030年的全国高快速铁路网会规划确定利用高铁按台北通去宜兰。民众利用铁路线台湾一日拍算6点钟内就会当完成。中国武汉爆发不明病毒的肺炎，3名香港人按武汉登去香港，气管刷出现镜头。咱台湾唔敢大意，所有按武汉来的房机拢爱受检疫。另外，疾病管制署提醒民众唔通传送假消息，制造事端，若无罚金上重，会当罚到300万。中共武汉感染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若像疫情有扩大的状况，连长期无入去华南海产市场的民众嘛致病。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无发现甲武汉相关的严重肺炎的个案。不过进前确实有3个香港人拄武汉转来香港了后，就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甲发烧等等的病症。目前病况是真稳定，其中2个人已经出院，也无法度判断肺炎病毒的成因。暫時咧，我哋所掌握到嘅資料咧，我哋都係覺得未係十分足夠嘅嚇，咁所以咧就未可以即係話去判斷到話，即係你頭先提到話。香港政府歡樂2003年SARS的事件，佫一屆來發生，所以從初三開始，佇咧機場加設紅外線相機，檢查所有武漢到香港班機乘客的體溫。高鐵西九龍站嘛加強檢查所有拄武漢來香港的列車。台灣嘛雖啟動登機檢驗，不過最近網絡流傳一段影片，風聲講有不明肺炎的患者拄武漢入境台灣。台灣衛福部疾管署特別駁回，這是假消息，民眾千萬唔通相信，而且轉達不是疫情。影片中的這個人員呢，也不是我國的，就是檢疫的人員。那針對這樣子的錯誤的訊息呢，也請網友們呢不要再轉傳這樣子的假訊息。
若是武汉肺炎疫情上新的进展，疾管署强调讲，已经有问中国卫生单位，也未收到因的回复。若是有查封的必要，无排除照新型流感时期来查封对方的方式，甲因来接触，得到同意了后，会实地查封。记者综合报道。那武汉的肺炎疫情需要提防，现时亚洲已经有11个国家逼非洲地区，咱台湾更加爱斟酌。尤其距离过年特别到地，拍算有济旅客行脚到。非洲地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人员，就去到桃园机场视察，加强机场的防疫作业。目前亚洲地区，中国、蒙古、越南、柬埔寨、北韩、辽国、缅甸、菲律宾、韩国、东帝汶甲印尼11个国家，小连续发生非洲地区疫情无减少的趋势。面对春节入境的旅客是愈来愈多。初三早起，行政院灾防办公室主任吴武泰、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一群人去桃园机场巡视检疫的作业。每一次在过节的时候，上一次的时候是中秋节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携带肉类产品入关的这个情形的百分比就会升高。即将来临的这个春节还是一大考验，因为旅客人数增加的时候，这案件数就会在增加。预先来这边巡视，看看就是说我们的强化措施，希望不要阻碍我们返乡的这个通关的速率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非洲地区下境传播的主要管道，就是旅客违规炸疫区的猪肉制品，毕竟面临病毒入侵的威胁也是真大。加上武汉肺炎的疫情，桃园机场加强上防疫。下飞机的时候就开始做有关这个疫病本身它的一个检测像发高烧的。或是咳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列为重点了来做一个检疫的追踪。虽然中国也未公布检验结果，肺炎的种类甲传染的原因也无清楚，但是灾防办公室表示，台湾针对武汉直航入境班机进行定期检疫，落实边境检疫应变措施，加强入境旅客发烧体检，真认真的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交通的消息，松花公路改善计划后礼拜一正式通车，虽面临第一个挑战，小偷故意过年的车灯。公路总局拍算年节期间，松花街一天会有79000多架车借路过，初一落南的车辆会上济，像白车灯会伫初四来出现。甲布条友开宣布正式启用，苏花街后礼拜一正式通车。花莲县警察局伫咧中正步空出口成立交通警察队、好人分队，嘛要替所落来通车春节车流来做准备。前在苏花街的隧道内，目前有限速50，也有限速60。那我们也在我们花莲县境内的中仁跟仁水建置了区间测速。花莲县警察局表示，苏花街通车的初期，敢若开放大客车甲小客车通过，若是通车了后，就需要面对春节疏运的挑战。公路总局预计，春节的时间，苏花街全日流量差不多是19000多车次，路南上大量预计是伫咧初一会有19000多台车，就北上大量会伫咧初四超22000多台车。那苏花改的容量在北上的量大概是在19000附近，那这一次应该会破2万。甚至到24000、2万这样的量，那到时候就会造成新城，那一路到崇德，那这一段路量可能会回堵的会比较严重。其实，伫咧去年9天的春节连假，花莲有7万多台车来。花莲县政府估计，伫咧苏花街通车的效应之下，7天连假花莲可能会超过10万车次，所以特别设12位临时停车场来应变。我们市区总共的路边、路外的停车场跟停车格有5391个。蛋白区的部分就是我们接驳车走的这几个点，我们总共也盘整出来了3500个左右。若是高公局嘛预计，今年春节连假期间会有大量的车流，利用国道5号甲苏花街往回台北甲宜兰花莲台东，其中南港到平林的南向路段，拄初一到初三会塞甲真严重，行车时间可能会增加3倍至5倍。若是头城到平林的北向路段，会伫咧初三到初5之间，行车时间差不多会增加5倍至7倍，塞车的时间嘛会比平常时甲休困日搁较长。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过年4个日到5那防疫单位震动下手，劳动部昨嘛开始针对大型的公共工程、风险较悬的场所来进行劳动检查，客运公司甲大卖场嘛包含在内。
剩无到一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大部分的行业拢需要关石头，比平常时更较无闲。劳动部初三开始启动春安路检，会针对营造业的工地、石化业的工厂、大楼外墙清洗等等高风险的场所来进行安全卫生的检查。最近这几年，国道客运疲劳驾驶是受到大家关心。去年春安计划已经加入去路检，今年扩大到整体交通运输业的路工。不是只有国道包括铁路、海运、空运，这个都纳进来。拄到过年真有名的餐厅、百货公司嘛是生理强骨，餐饮业大卖场嘛是今年劳检的对象。雇主敢有给付加班费、固定假日、双倍薪水等等的劳动条件，拢是检查的重点。啊，若是台北市劳动局嘛，伫咧初三公布上新一波违反劳基法的处罚名单。互处罚上重的是大卖场家乐福，去互罚180万。延长工时跟女性医院工作，就一定要先经过工会同意。32条第1项的部分已经是属于第6次违反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裁处100万。然后49条第1项的部分是第5次违反，我们裁处80万。家乐福休店的时间大部分拢伫咧暗时10点之后，24小时无休困的分店嘛有。是安怎工会无同意女性夜间工课？劳资双方拢有指出，主要伫咧劳资协商的所在无共识。工会讲，因长期想要甲资方来签团体协约，希望公司会当照实给付加班费。女性暗时10点了的夜间工课，嘛会当得到每点钟50块的津贴。啊，毋过公司无法度同意。家乐福是回应讲，会拍表来协调，减少津贴的谈判争吵。记者综合报道。在当林管处照顾的2只台湾乌翕仔囝，现时饲伫咧南投地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试验站内底。拍无意，一只乌翕仔囝逃走出去，目前团队已经叮当卡手，希望赶紧把这只翕仔囝找到回来。咱会使看到讲，这2只乌翕仔囝算做对感情真好，毋过其中一只翕仔囝要进行野外训练，另外一只却真搞怪，甲铁棒啊冲到海去，按棒啊走出去。现时林管处用尽部署，想要甲逃走出去的翕仔囝写倒转来，嘛好有民众若有发现翕仔囝，就随通报。地公警察宣布，伫正月初1引起动物园火烧的凶手已经主动投案，嫌犯是母仔囝3个人。因表示讲，毋知影伫德国放天顶是违法，造成这动物死亡是真后悔。德国警方伫电视开记者会，希望放天顶的人赶紧自首了无偌久，又搁再一次对我讲，有老母查某囝3个人主动告案。Die Personen wollten die Laterne mit guten Wünschen starten, haben aber natürlich nicht im Entferntesten daran gedacht, was hier dadurch passieren könnte. Und ich muss dazu sagen, ich finde es sehr couragiert und da gehört etwas dazu, sich dann bei der Polizei zu melden und zu sagen, ja, ich glaube, wir sind dafür verantwortlich. 因讲伫电视看到警方的记者会，感觉有可能代志是因掠的。因讲毋知影放天顶是违法，对引发火灾造成国家罕有的婆罗洲的猩猩，一只乌猩猩，也搁真侪狗死亡，感觉真后悔。尤其今年45岁马萨，也是欧洲南港市上老的基地大猩猩之一。Tatvorwurf lautet fahrlässige Brandstiftung。母仔女3个人讲，天顶是伫网络顶买的，总共买5拍。警方认为其中的1拍扔伫咧原教馆，造成这边的大火。另外，还有4拍伫咧原教馆附近被拆掉。警方摕天顶顶头的字，甲因写的字做比对，确定是同款。只有迄天发生火灾时阵，为什么火拖了这么紧，也会最近做调查。另外，警方也讲，原教馆并无自动喷水系统。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拄则咱做伙现报纸看到讲，美军为着要报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防放火攻击这件代志，用炸弹甲伊朗圣城军的领袖这人崩死，所引起伊朗大大的不满，致使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随起超过4%。根据外电报道，苏莱曼尼在为黎巴嫩或者是叙利亚到伊拉克准备离开机场的路上，美军马上出动无人机进行空袭。根据报道，有5人死亡。除了苏莱曼尼以外，也有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团体人民动员委员会领导人穆罕迪斯。苏莱曼尼是伊朗革命卫队海外特务部门圣城军的领袖。革命卫队伫伊朗是比正规军更加受重视的武装部队。圣城军阁是革命卫队的精英分子。苏莱曼尼负责圣城军的一切行动，无受其他军事组织的约束，直接向最高领袖哈米尼报告。
伊朗幕后支持中东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团体已经毋是秘密，为叙利亚甲伊拉克的亲政府民兵、黎巴嫩的真主党教也门的青年运动，拢接受圣城军的武器、资金支援甲命令指挥。所以苏莱曼尼甲伊拉克人民动员委员会领袖穆罕迪斯合作密切。切3个无人机空袭，穆罕迪斯甲苏莱曼尼拢伫5名死者当中。欧美媒体认为，这场空袭对伊朗海外情报甲游击战是未少的打击。伊朗国界除了强烈谴责，也佫表示要对美国进行报复攻击。با رفتن او به حول و قوه الهی کار او و راه او متوقف و بسته نخواهد شد ولی انتقام سختی در انتظار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که دست پلید خود را به خون او و دیگر شهدای حادثه دیشب آلودند. 同一时间，美军决定增派部队去中东，除了前10仔赶去巴格达保护大使馆差不多100名海军陆战队，陆军第82空降师的先遣部队抓兵已经到科威特的前进基地，加上后续进展，按算会有4000名官兵进驻中东。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强调，照伊朗或者是接受支援的外围组织显示出要攻击美国大使馆这设施的意图，美方不排除先动用武力。中东局势继续紧张，国际油价也对立升悬，纽约甲伦敦的机会介绍起价超过4%，每桶用要70美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法国反对退休制度的改革，发起联合罢工，到今也未收煞，正做法国国家铁路进行上久的抗争运动。政府甲工会打算伫新历正月初7搁再协商。不过伫这段期间，法国国家式的抗争也是未收煞，工会打算伫初9迄一日发起规模搁较大的罢工。虽然跨年啊，法国人要出门依然是真无方便。不满政府的退休改革计划，运输业继续罢工，造成公车是特班溃满，地铁站快到敢若是要倒烂。法国高铁 TGV 只敢若1/3的班车伫咧驶，国内区域列车只敢若4成发车。初3拜5，法国各地的罢工正伫第30天，也创史上上长的纪录，超过1986年到87年为了要加薪而罢工的28天，也过1995年因为反对劳体改革的22天。The movement is going strong, but we aren't here to break records. We're here to win. J'ai connu 95, j'ai connu aussi 95, donc non, mais je trouve que c'est bien qu'ils sont courageux et qu'il faut les soutenir. Je comprends totalement les revendications qu'ils ont. Je trouve ça juste dommage qu'ils soient capables de bloquer tout un pays comme ça. 年改是马克宏全面整顿法国经济核心计划，打算将全国42种无同的退休金系统整合成做国家公平养殖的单一系统。虽然自去年12月初5开始就拄到强大罢工压力，马克宏伫咧31日新年演讲，依然坚持年改一定爱做，希望工会赶紧妥协让步。目前各地员工罢工比例自1个月前的56%减到7%。教师罢工比例也自8成6降到3成4。We've se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wanted to go back to work over the holidays for financial reasons, but no one is saying it's over, it's finished. 法國政府將會伫咧1月初7甲工會開始新的協商，不過工會力量正硬。自聖誕到跨年過這段期間，依然是繼續進行反年改抗爭。伫初2，巴黎頂部警察當然出力加速，驅趕市中心上百名的示威者。伫西部當日定的到達爾就有公司連續搶頭前，有200人示威，講伫初7要開始甲連外勞動黨調的設定30。就南部大城馬賽示威者是伫暗時舉着火把遊行，工會講初9有大規模的抗爭，講是教師、碼頭工人、醫護加公務員攏會罷工。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今仔日的天氣有較穩定，不過因為東北風流增強，水汽會較飽甜。基隆北海岸東半部地區，閣有大台北的山區會落陣雨，其他地區是多雲到好天。不過每日的溫差有較大，咱觀眾朋友衫就要穿好少，唔通感到咯。咱做伙來看今仔日的天氣預報。北部地區上加15度，上懸24度；中部地區上加14度，上懸29度；
南部地区上加17度，上悬26度。东部这边上加14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加14度，上悬2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